第六条要介绍一个鼎鼎有名吼的武将，伊安怎死的，大家拢知影啦，阮拢死的。伊即个阮公王哦，即个有人怀疑讲毋是做，但是无论如何吼，伊迄个慷慨激昂、壮怀激烈迄个心情吼，咱来甲亲自了解看卖。罗慧娟罗小姐，请。阮公皇甲贵族，落发冲冠，比难阻，小小。 纵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定额头，8000里路无何言。 莫定寒，别了少年头，红笔尖，将空体与。 家中歌他歌，何人三千？纵自己残，何多肉？乔丹给伊用。 待举用头，休息救伤。